亚瑟·阿伦曾经设计过一个人际亲密关系的问题，将陌生人两分组，然后轮流回答36个问题，在对视4分钟，就会有神奇的化学反应。范舟，你能帮我和大家一起做个示范吗？可以帮我们问一下吗？好啊。如果你能在全世界任选一个人和你共进晚餐，你会选谁？周范舟。周晓。你就是想再坑我一次857块钱？夏天。你问吧，我去喝点东西。你来吧。分享你认为我身上的5个优点。温柔，个子高，天女下凡。继续。特别大，笑起来特别甜。不是这样。发质很好，打人很疼。你觉得你和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周晓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赵凡忠跟贾元春2个人真有默契。我刚刚问你跟你妈关系如何时，突然就都不玩了。哦，你干嘛？哎，你们俩玩吧，我觉得你跟蔡雅思2人肯定特有默契，这个肯定很好玩。行啊，来吧，谁玩谁？我问了，你觉得你的童年比别人快乐吗？那肯定。你们凭什么这么认为？我们俩从小狼狈为奸，所以我们俩的快乐是双份的。什么狼狈为奸？本来就是嘛。哎，下一题，上一次一个人唱歌是什么时候？洗澡的时候。这么变态？啊，哪里变态？这本来就很变态。范舟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《爱情36问》里会有关于母亲的问题。我知道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哦，刚刚玩戏的时候，我听陶玲说，周晓和蔡雅思好像也是一起长大的。所以呢？上次校庆表白那么浪漫，他们迟早会在一起的吧？从小一起长大，不一定会在一起。他们不会，我们也不会。